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埔发生着命案，一个女子倒伫个厝内底浴巾啊，身躯红胎切刀，嫌疑真大。这个女子的翁婿讲带着伊6个月大的后生赛车到阳明山的马泽桥，2爸仔就死伫个车顶。 厝边讲，这2翁仔某最近哪像因为囡仔教养的问题咧冤家，也毋过这妈妈来反驳讲，平常时这个查囝甲囝婿感情真好，嘛无经济问题。老小姐妈妈为厝里行出来，脚步震动，心情嘛真歹。过一摆看到查囝，是毋到煞是老大人送少年的身躯，同一个时间，伊失去查囝、囝婿含孙。 一家伙4人，平常时就住伫三重埔3号路这间公寓。昨下晡敢是去翕到查甫人手抱查甫婴，情景行过大路。4点钟过，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小姐规身躯拢是血，红光去到坦克顶。 一会就听到救护车来，看到女儿都是整个身上有血的。小姐红发现时，身躯红拄切刀倒伫咧护路径，经去处理监视器，小姐本来伫咧市顶，伫咧12点50，人有伫咧起，敢若已经受害。下晡1点外，查甫人抱6个月大的后生离开处理。妈妈回来时，看到查囝受害报警，警察暗时伫咧阳明山，嘛发现表囝拢已经无开。出门的时候。 我自己感觉他们夫妻2个人之间的关系，感觉不是说很好，感觉啦。我只是觉得说奇怪，怎么就是她会抱小孩出门的？平常这样看，她老公不太会单独抱小孩出门。正常来说，他们都是3个人一起出门。他们知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代志？ 第2时间，两边的父母拢赶到派出所了解状况，传出翁仔某2个人是为着囡仔教养伫咧冤家。不过小姐妈妈讲，翁仔某2个人平常时的感情真歹，虽然暂时失业，不过经济唔是问题，并没有家庭暴力通报，也没有脆弱家庭的通报，同时也不是福利人口。社工将会依据案家的需求，提供悲伤辅导。 司法资源、经济补助及丧葬协助。加上嘛，沙无厂到底是安怎要杀人，搁行底路，警察嘛派进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